有啲英文輔音喺粵語係唔存在嘅，例如 TH 同 V 呢一啲英文字母發音，可能對一啲廣東話使用者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。發音唔準確嘅話，係會影響到說話嘅清晰度嘅。英文字母 TH 組合而成嘅輔音，可以讀成清輔音 voiceless consonants 或者濁輔音 voiced consonants。發音嘅時候需要將舌尖放喺上下排牙齒中間。發清輔音 voiceless consonants 嘅話，從齒間呼出嘅氣流比較強，聲帶係唔震動嘅。單詞例子有 thank、three、30、youth、both。TH 呢個齒間音喺另外一啲單詞出現嘅時候，有機會會讀成濁輔音 voiced consonant。大家發呢個濁輔音嘅時候，同樣係將舌尖放喺上下排牙齒中間。喺發音嘅時候，將手指放喺喉嚨近聲帶嘅位置，你會感覺聲帶震動，有啲似蜜蜂嗡嗡聲嘅感覺。將手放喺嘴巴前面，幾乎感覺唔到有氣流從齒間呼出。有啲功能性嘅英文單詞詞首就有呢個發音，我哋睇下其中一啲例子。The、they、them、this、these。有時候呢啲濁輔音會喺單詞中間嘅其他音節出現，我哋讀嘅時候同樣要留意佢哋嘅正確發音。Father、mother、feather、leather、other、another。由於呢兩個輔音喺粵語裏面係唔存在，有時候廣東話使用者會將 TH 讀成 F， 例如將 thin 讀成 fin， 又或者將 TH 讀成 D， 例如將 there 讀成 dare， 咁就會令詞意完全改變，又或者令表達唔夠清晰啦。另一個喺粵語唔存在嘅英文輔音係 V， 係一個濁輔音。發音嘅時候，上排牙齒輕放喺下唇上面。發音器官嘅位置同字母 F 一樣，唔同嘅係讀呢個字母嘅時候，聲帶係需要震動。將手放喺嘴巴前面，唔會感覺到好強嘅氣流從唇齒之間呼出。英文字母 V 嘅發音唔清晰嘅話，喺詞義上就會有好大差別。常用嘅單詞例子有van、fan、very、fairy、vast、fust、leave、leaf。英文字母 L 係一個幾特別嘅濁輔音。呢個字母有兩個發音，第一個係 clear L， 呢個音通常會喺詞首或元音之前出現，發音係 l。發音時舌尖頂住上齒齦，即係上排牙齒後面同上顎之間嘅牙肉部位。舌根即係舌頭較後嘅部分，需要保持較低嘅位置，氣流從舌頭兩側流出，聲音嘅共鳴靠近口腔前方，音色清脆。l。粵語亦有近似嘅發音，對一般廣東話使用者相對容易掌握。常用嘅單詞例子有 lion、
lemon, ladybird。呢個字母另一個發音係 dark L， 發音係通常喺詞尾、音節尾或者輔音前出現。發音時舌尖同樣要頂住上齒齦，但舌根即係舌頭較後嘅部分，向口腔上後方嘅軟腭位置抬起，氣流從舌頭兩側流出，聲音嘅共鳴會靠近口腔後方，音色渾厚。dark L 喺粵語嘅韻尾係唔存在㗎，所以廣東話使用者有可能會忽略咗英文嘅 dark L 發音。我哋一齊睇一啲例子。ball, school, milk, help。其實理解同掌握英文輔音嘅發音係咪咁重要呢？我哋聽下學者點講。英文輔音咧喺英文嘅發音嚟講咧係即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我哋學習英文輔音嘅時候，應該都要考慮翻我哋實際嘅學習目標啦，再去訂立個優先次序嘅。如果你嘅目標係要達到好似母語水平嘅嗰個熟練度咧，咁你當然要精通所有嘅英文輔音嘅發音啦。因為如果你講得唔係太準確，咁有啲地方可能會阻礙嗰個清晰溝通。咁但係對於大部分英文學習者嚟講咧，呢一種追求完美嘅程度係未必實際，亦都未必係必要嘅。因為一開始我哋學習一個語言啊，建立信心同埋有大量嘅練習，先係推動整體進步嘅關鍵嚟嘅。咁輔音嘅發音會唔會影響到英文口語嘅整體清晰度或者流暢度啊？英文輔音嘅發音對於講英文嘅清晰度同埋流暢度嚟講咧，都有好大嘅影響嘅。咁喺清晰度方面咧，英文好多時候都依賴輔音嘅對比嚟區分唔同字嘅意思。例如，如果我哋有兩個字啦，三嘅英文 three three 改咗第一個音數做 f， 咁可能佢就意思會完全唔同嘅咯。咁就會變咗 free free 就會變咗自由嘅意思。喺語言學嚟講，呢啲就叫做 minimal pass， 即係有兩個字，佢哋淨係相差一個音數，咁但係個意思就完全唔同嘅。咁喺香港有好多以廣東話作為母語嘅英文學習者，佢哋會將 th 音換成 f 或者 d 音嘅。例如將頭先 three 嘅英文改做 free 啦，又或者 this this 講做 dis this。咁呢啲嘅唔同咧，或者呢啲嘅錯誤咧，可以完全改變原本想講嗰個字嘅意思，令到聽嗰個人會覺得混淆嘅。咁而流暢度方面咧，其實唔係只話要講得好快，而係聲音同聲音之間嘅銜接要順暢同自然。例如喺輔音同埋元音嘅聯繫入面，我哋語言學叫做 consonant to vowel linking 啦。好多時候，如果我哋將啲字斷斷續續咁分開咁讀咧，例如一個蘋果 an apple 咁樣分開讀嘅話咧，俾人感覺聽落好生硬啊，好斷斷續續嘅。而一個講英文流利嘅人咧，佢哋好多時候會將 an 入面嘅 n 音啦，連去跟住嗰個元音入面嘅。例如 an apple 就會變成 an apple，an apple 會變成 an apple。咁樣聽落咧就會好順暢自然啦，就唔會聽落好斷斷續續啊，好嘥力啊，好生硬咁樣嘅。雖然以上提及嘅輔音喺粵語唔存在，對廣東話嘅使用者相對困難，但係只要多啲留意同練習，我哋一樣可以掌握到呢類輔音嘅正確發音。下一個部分，我哋會講下英文連貫話語當中，為咗保持說話嘅流暢度，有啲輔音會產生變化，例如被省略或者喺發音上會有改變，大家唔好錯過啦。